嘉义地区是台湾地动记录当中较高发生地动的所在。嘉义县有举办用棉起厝做模型对抗地动的比赛，让学生建立防灾观念，也当学到科学知识。用棉条做的建筑模型，放伫模拟地动的机器顶头来测试，地动的规模会愈来愈大。最后，顶面阁爱增加重量，要让模型地动阁会用，学生拢爱平均甲食棉钱。最重要的是，热熔胶不能用太多太少都不好。如果太少就会断，太多就会太重。之前呢，因为失败原因就可能就是因为基础搭得不够好，所以呢就有点容易倒。然后这一次就因为有这2根，所以呢质量快有点放不下去。这个比赛到今已经举办7届，内底嘛有学生已经连续参加3档。伊讲，因为伊住的所在较早拢有发生过地动，所以才想要透过这个机会来学习。这3年会一直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居住的环境附近有几个规模比较大的地震，像是1906年的梅山地震，1941年的中埔地震，1964年的白河地震，所以我想来学习一些关于地震的知识，还有知道房屋要怎么盖，才有办法让屋子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可以更坚固。做完作品之后，都会上那个简易的地震台去测试。那一旦如果有发生面条折断、毁损的状况，他们会去讨论为什么这一边比较弱，这一边的结构比较强，他们会试着去修正。每一次的失败，他们就会做出更好、更完美的作品。中正大学表示，棉条做的模型拢爱经过5级以上地动的测试。即卖学生的程度嘛是一年比一年悬，希望透过比赛举办，唔但互因会当有防灾的观念，嘛学习工程科学的知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